老外試駕中國神車，從此有咗自己嘅御劍飛行。最近中國製造嘅電動滑板車再次喺海外爆紅。打開 TikTok 隨手一翻，就睇到唔少老外用緊國產電動滑板車玩花樣，家陣趣味加埋性價比，國產滑板車已經完全攞捏咗美式街頭風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，俾個讚、訂閱，加埋撳埋個小鈴鐺，帶你用唔一樣嘅視角睇清中國故事。行喺美國街頭，你會見到各種顏色嘅共享電動滑板車隨意咁停喺人行道邊。同國內以共享單車為主嘅短途出行模式唔同，美國最後1公里嘅需求大多靠輕便嘅共享電動滑板車嚟租。2023年呢，美國共享微型車嘅使用次數衝破咗 1.3 億。呢係自疫情期間需求下跌之後，市場首次迎嚟咁顯著嘅增長。眼見電動滑板車成為美國人短途代步嘅首選，中國商家迅速捕捉到商機，帶住設計有趣、價錢親民嘅滑板車切入海外市場。最近國產電動滑板車咧就喺海外掀起咗熱潮，成為唔少人討論嘅焦點。小編喺刷 TikTok 時刷到咗咁樣一條片，內容係一位外國老豆偷偷為仔女準備咗生日禮物盲盒。當仔女擘大眼睇到盒仔入邊收埋嘅係電動滑板車時，個嘴一下子就揚咗起嚟，點壓都壓唔住，雙手更加係緊緊抓實個盒，似係黐咗喺上邊咁。呢份直白嘅歡喜戳中咗屏幕前邊嘅網民。條片唔單止收穫咗600萬播放量，評論區入邊仲有唔少人被種草，直言都要買同款嚟做禮物。而片入邊令仔女愛不釋手嘅電動滑板車就係嚟自中國浙江嘅品牌 GTAX。呢個牌子啱啱出海時啊，只用咗4年時間，銷量就衝破咗100萬架。家陣佢嘅滑板車更加係成為海外家庭嘅必需品。阿媽哋推住佢去超市買餸，車籃入邊咧裝滿新鮮食材，上班族踩住佢返工，避開朝早夜晚繁忙時間嘅塞車，用起嚟又方便。值得一提嘅係喺 Instagram 同 TikTok 上仲有位身殘志堅嘅健身博主，佢試圖咧將輪椅同 GTAX 電動滑板車結合，自己喐手組裝出咗一款更方便嘅電動輪椅車。呢條片喺 Instagram 上攞到咗過億播放量同200萬次互動，喺 TikTok 上都有超過130萬播放。評論區入邊唔少外國人喺度感嘆呢種巧妙嘅改造，亦間接睇到滑板車嘅靈活同耐用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好多外國人用呢款滑板車玩出咗花樣。佢哋踩住佢越野，喺崎嶇不平嘅山路上穿梭。就算片入邊冇提到質量咧，都感受得到架車嘅紮實性能。咁 GTAX 到底係點樣令電動滑板車喺海外爆紅嘅呢？首先要睇清佢面對嘅市場差異。歐洲有悠久古老嘅騎行文化，單車一早已經係生活嘅一部分。好似 TWISDYU 呢啲出海歐洲嘅 e-bike 龍頭品牌，都係由通勤城市休閒場景切入，精準迎合當地用戶需求。但美國市場完全唔同，當地人習慣自己揸車，騎行需求一直比較低。直到共享微出行興起， GTAX 喺2018年正式開啟咗進軍美國嘅戰略。基於對美國市場嘅消費洞察，呢個由中國五金城市成長起嚟嘅品牌，將刺激冒險定為核心風格，又靠住高性價比嘅優勢，快速搶佔咗中低端市場。旗下喺亞馬遜賣緊329.99美元嘅 GXL V2 型號，2018年推出之後咧，就喺美國掀起咗電動滑板車熱潮。就算4年之後咧，都仲穩穩咁佔據住類目銷量第一嘅位置，成為現象級爆品。重新定義交通嘅未來，設計出刺激又高效嘅遊樂設施咧，係 GTAX
區別於其他主流電動騎行品牌嘅關鍵。例如佢嘅高端滑板車系列特登將使用場景拓展到戶外越野，其中 GX2 型號咧仲創新性咁配備咗雙摩打系統，加速時好似閃電一樣咁快，就係為咗俾用戶帶嚟更極致嘅刺激體驗。由數據都可以睇到佢嘅成功。2023年 GTAX 母公司淘車嘅營收達到21.44億美元，其中美國區域嘅收入咧就有15.29億美元，佔比超過70%。此外，作為主打美國市場嘅品牌 GTAX 喺本土化營運上花咗唔少功夫。家陣佢嘅總部設喺德克薩斯州，同時仲以全球化產能佈局為核心戰略，搭建起覆蓋全美嘅柔性供應鏈。當然 GTAX 嘅本土化唔單止停留喺生產，喺用戶觸達上都同樣貼合當地習慣。品牌咧喺 TikTok 嘅 YouTube、Instagram 等社交媒體上邊咧都開通咗自營賬號，目前已經累積咗超過65萬粉絲。喺偏年輕化嘅 Ins 同 TikTok 上，佢會發佈戶外運動嘅片，強化自身刺激冒險嘅品牌特性。而喺 YouTube 上邊就用真人實測拆解產品嘅內容，精準吸引嗰啲想深入了解產品嘅潛在消費者。要知道電動滑板車屬於電力驅動類別，同科技領域咧有住天然嘅關聯。喺科技類目下，消費者通常好依賴媒體評測，會根據評測結果決定係咪購買。GTAX 深知本土媒體嘅影響力，一直喺度同美國知名嘅騎行博主、科技媒體合作，搭建起咗自己嘅評測矩陣。好似美國知名科技博客 Gallup 就以輸出有參考價值嘅評測出名，每個月可以吸引超過100萬人次訪問。啱啊！今年2月 GTAX 仲登上咗 Gallup，攞到咗編輯嘅正面評價，為產品累積咗唔少網絡熱度。如今隨住新能源汽車技術不斷下放，中國微型電動車品牌正在海外逆勢崛起。GTAX 靠住場景變革揾到突破口，撕開咗增量市場，又借助本土化生產同本土媒體嘅影響力，成功打造出咗現象級品牌。未來隨住微出行需求持續升溫，相信會有更多中國出海品牌好似 GTAX 一樣喺海外崛起。其實講嚟講去，中國製造嘅電動滑板車可以喺海外站穩陣腳，最核心嘅原因都係精準解決咗外國人日常生活入邊嘅實際難題。首先係使用場景嘅高度匹配，電動滑板車體積細細㗎，唔使佔太多空間。呢對佈滿舊城老建築嘅歐洲嚟講太關鍵啦，唔使花心思揾大車位，留到陽台角落就可以放得落。使用成本同方便性都大大提升，而且佢容易上手，就算冇接觸過嘅人幾分鐘都可以學識。更貼心嘅係企喺度踩嘅姿勢，對住正裝嘅白領着裙嘅女性都好友好，唔使好似踩單車咁擔心裙擺捲入車粒，又唔使費力跨坐，日常通勤或者行街時用起嚟好自在。此外，政策嘅放寬都俾咗市場機會。以前好多歐洲國家都明確禁止電動滑板車上路，但後嚟為咗緩解公共交通壓力，改善通勤塞車，唔少國家開始逐步放開限制。2020年7月4號，英國率先允許電動滑板車喺試點路段踩12個月。呢唔單止標誌住英國電滑板車市場正式打開，亦都令成個歐洲嘅微交通出行發生改變，而資本嘅睇好就進一步助推咗市場熱度。出行領域嘅巨頭們都盯上咗共享電動滑板車呢塊蛋糕。Uber、美國網約車巨頭 Lyft， 仲有 Google， 一係自己打造相關出行品牌，一係投資孵化當地嘅出行企業，都想搭建立體嘅出行生態，搶佔微出行市場嘅份額。
而根據數據顯示，2016到2020年，全球共享電動滑板車嘅產值由1.12億美元升到咗12.15億美元，年複合增長率高達81.67%，增長速度非常驚人。有預測顯示，2020到2027年呢個領域嘅產值仲會保持15.55%嘅年複合增速，到2027年預計可以達到33.41億美元。而喺呢個快速增長嘅市場入邊呢，中國已經成為絕對嘅核心生產國。2020年全球共享電動滑板車嘅總產量入邊有364萬架嚟自中國，佔比約85.5%。北美地區嘅產量係53萬架，佔比僅12.5%。即係話全球近90%嘅共享電動滑板車都產自中國。家陣歐洲嘅共享電動滑板車市場競爭已經進入白熱化，各家營運商都喺度鬥創新提升服務，想搶佔更多市場份額。但好多人唔知嘅係，為歐美各大共享滑板車營運商提供核心解決方案嘅係中國嘅9號公司。同主打 C 端市場嘅 GTAX 唔同，9號公司聚焦智能短交通賽道，係全球最大嘅電動滑板車研發製造商。佢嘅電動滑板車業務咧，主要分兩部分，一部分係面向共享營運商嘅 B 端市場，另一部分咧係面向普通消費者嘅 C 端零售業務。早喺2016年，9號公司就察覺到電動滑板車嘅市場潛力，年尾就推出咗自家嘅電動滑板車，順利打入歐洲市場。咁當時行業入邊咧，好多人都將電動滑板車當成玩具嚟做，但係9號公司嘅定位咧完全唔同，佢將電動滑板車當成嚴肅嘅交通工具。正如9號公司 CEO 黃野所講，當時大家都係將電動滑板車當玩具嚟做，只有我哋係按照車規級要求嚟做嘅，而且我哋仲喺度用機械人技術賦予佢更多可能性。正係呢份對交通工具嘅嚴謹定位，令9號公司喺2019年共享出行熱潮嚟到時，成功揸住咗機會。如今9號公司嘅共享業務已經服務咗超過170家全球共享微出行營運商，咁樣嘅戰略都令9號公司嘅銷量快速增長。根據全球知名市場研究公司 GfK 嘅報告，2019年1月到2020年2月期間，9號公司嘅電動滑板車喺德國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歐洲主要國家嘅市場份額都排喺第一，而且市佔率都超過60%。無論係9號公司定係 GTAX， 兩者雖然聚焦唔同賽道，但亦共同構成咗中國電動滑板車出海嘅雙引擎，一個紮根日常，一個開拓戶外，兩者雙貫齊下，唔單止全面覆蓋咗海外用戶嘅多元出行需求，更憑藉中國製造嘅品質同創新。好啦，今日嘅內容到呢度就完啦。關注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回顧翻之前啲片，又唔會錯過之後嘅精彩內容。咁我哋下期節目唔見不散。